万亿数不清是鸟。我跟罗大哥带一个人问好一下，是你们以前16关的关主叫余英杰，那个卖农药的，他是植物的，还植物园的啦。以前嘛有来过吼，伊唱出来吼，几下年前，这样子做嘛个西啊，你嘛个大头两头烧，做动作些就架车破。三姑六啊冲啊，心无开哟，无从过的心脏，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向下來呀！好呀，迄安呀規個T3禮拜開線啦哈。哎呦，前2禮拜3歲仔都迷咧青地開哦，你睇加加油啊哈！對對對，也上嘅話你啦。最近偶像迄蔡秋鳳呀。对，最近想要来开创一个不一样的路现在这个声音来学蔡秋鳳正像哈來。是咪等天光？感冒的啦。感冒啊！海線挑戰賽比賽規則，到底先輸國演創藝術高位，3隻難題以上就過關，黑幕就搶時淘汰。今天的評審先生有一家水先生、起司皮先生、总皮先生、有小皮先生。这个叶老师也好久跑去哪里啊？对，你来呀？好几个禮拜沒有看到你呢。哎，做磨汗咩？磨汗乜嘅東西？哎，下東西呀。下乜嘅呀？下東西要錄緊嗎？下藝術。我冇條本兒啦。我條本啊！我要垂山暗斗，一天天地下，要花5年的時間老師下。很捧場哎。我的演唱會他竟然去買我的票了。真的假的嗎？哎呦，真的，而且到台中去了。台中啊，對。為什麼要去台中？因為我第2天在那裡有演唱會。所以順便的。也不是順便啊，真的可以聽他唱歌不錯啊。是，那個蛤蟆老師還帶了一頭拉鼓的人來捧場。是啊。啊，是哦。對啊。沒台中沒有，台中。台北。對啊，謝謝，感謝啊。謝謝。是，來，謝謝什麼？老師講評啊。啊，今天的比賽規則，規則，根本哦，主要是海線嘛。海線他教我注意哦，一定要注意是講哦，唱歌噶，愛老年糯米唱出來。本人提講，哎呀，記住發電，他把做的可以過一關一關，咱見過點過去。還有哦，唱歌節拍，吼音準，你一定要注意。啊，最重要是講做唔得懵死。懵死，因為懵死係都冇法度咧嘛，哈。我沒有上下細點會嘅限做得啦，哈。啊，唔過至少我能夠規條歌嘅精神能夠唱出來。本來你他講會提供5、6隻，曉得，佢會唱歌，係嘛，好。所以他講加油，好，安子生，好。好，安子生。同意嗎？冇。反正。沒有，我們都用心電感應。反正要海線啊，海線其實莫跌破啊，歌詞啊記得的吧哈，應該過關的幾率一胎啦，啊，所以他個唔使緊張，順順的唱最好，好嘛？好，來，今日進行嘅比賽 TV，嚟自美麗台風李智恩帶來本黑英雄。好來，彈看下哦。大家好，我係李智恩，我出生是喜歡客家歌曲，我練客家歌曲已經有5、6年。也比賽一多，我希望也俾嚟老年大擂台比賽能夠順利過關，希望大家。一亩千一棵花木百一棵，春风得意是沙皮，梦想空空。
才是使用不同，思念胜过就像一条龙，生一风。事业世界，浪漫世界，就像一米虫，不落平庸已经爱娘难，然后翻身不英雄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泰國你好，天一拜來咧哈，第三拜，一拜第三拜，雙拜係體嘅 PK 賽，差1分而已，對不對？嗯，我要把你血池的，對不對？謝謝。對，翻身就會英雄。嗰隻反炸過嚟，嗰要翻反神啊嚟喎，嗬。咁先嚟談公平咯。公平嚟嚇。阿公。哦，自然哎，有看到你哈，謝謝。哦，站得又挺很平的哈。我即感覺我唱到實在講，唱歌上先前好，唔過有點吼，我從頭講吼，你唱客家歌家，我注意講個意思，你冇攞去切開來，你見每條首歌唱到真好，真會風嘅會有啲冇準啦，哈！啊，最重要是講，你到每條會，你都發現。本黑點，你做唔得攞去切開來。然後翻身不英雄。你頭先唱歌時，你都翻身本黑英雄，啊是唔錯嘅，你都翻身本黑英雄，唔正錯，哦。唱歌家我注意一下，前後意思我得佢調佢下，本人彈得出嚟，你都講唱埋嘅，好唔好？好，謝謝老師。千號加油，嘿，好，跟住先，好，你看住個高管冇咧。好，老師請給分。好，高管冇問題。一致通過，恭喜啊，恭喜！翻身呢，再嚟聊啦，好，謝謝。好，好嚟殺下來。老師苗栗頭分總東山帶來阿妹嘅新風。來，彈看下好。大家好，我係總東山，再次來到了鬧熱大擂台嘅節目。帶來一首阿妹嘅新房，希望鄉親大家攏會加油支持，謝謝。天當一輪明月光，明亮就是風。真情彩人間，走穿阿妹嘅心房，勾起了阿妹又念路，思思念念愛不空，愛呀有熱情在心田。莫來小愛，痴痴有點點，浪啊夢的阿妹的心房。謝謝。走那麼長，你在補滿什麼？對啊。嗨，董生，哦，要拜歌詞配有拉蘇嘅啦吼。有說哈，唔記得啦哈。上擺畢業時間又唔記得歌詞。有啊。就係因為唔記得歌詞，拜拜。哦，真的啊。一米一樣沒？哦，對。要不然有帶來啦哈，歌詞。母親六魔仙耶穌。沒有，現在選比較簡單的。哦，先來過關為主，對，拿到門票這樣。是，哦，冇問題啦，那麼衝。哎呀，那先唐先生的公平啦，謝謝。詩慧老師。哦，董生講還記得啦，哈。謝謝老師。要拜其實雙拜其實都表現到以後，哈啊，其實我有條咩地講，其實唔當有能力，要拜
其實常沖，還係溫溫的沖吼，所以人家技術也好啊，也沖過的方式，你注意到你像剛剛沖的話呢，其實表現來講，整體來講，全部以好的地方，啊，不過有一隻地方略略的會走退一下，我比較注重的叫律動啦。嚇，就係一鋪一鋪啊，應該跌撲啲那一個地方，佢到尾也幾樣都摸來小矮遲有點點，佢到尾略略嘅。一些些嘞，哈啊！我希望講也到尾律動部分，你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。摸來小矮遲有點點。其他部分呢就穩穩的哈，莫過忙死就會哈。好，謝謝老師。應該做得拿高分的傳水咋啦哈？安子生。謝謝，安子生，來，快啲入去他們高管嘛。老師，請給分。謝謝老師。冇問題，容易哈，謝謝容易，好，現在非常吵啊。好嚟，撒下來咪。來自美麗是陳浩明帶來綠茶亭。哦。我係陳浩明，來自客家莊嘅火龍人，因為為咗參加鬧熱大擂台，我嘅講10條嘅歌曲，希望今次比賽做得順利過關，專門大家彈好聽嘅客家歌曲，係咪先？遙行來綠茶頭，空空嘅夜台無班沙，我想緊為要那병茶，如何在你轉眼中下？春花當開嘅夜深夜，恩良沙家樹蔭悠悠聽，願聽見善良心連線。隔병茶聽有歌，昨夜歌。鄉村都明怕怎麼講，情難訴又難談，千言萬語訴不盡思念，只怕轉來你心裏有撇沙，愛盡也能真表。这次有短一点的。这个前奏很好听，尾奏蛮好听的。哎，陈大哥好，陈大哥好，每日的主持人你好，谢谢。陈浩民哦，这有一个港星。曾浩民不是，我们苗栗还有一个曾浩民。哦，没有，有一个港星，现在在大陆我们叫陈浩民。演员，演员，专门啊，他是演济公师傅的。对，他演最近不太记得，他的名是人民的民。啊？哦，你要迪啊？迪啊！哦，迪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跟罗大哥带一个人问好一下，是你们以前16关的关主叫于英杰。哦，那个卖农药的，是吧？他是植物的，开植物园的啦。那要拥抱一下吗？像上次那个拥抱一下。他特别讲说，因为同乡跟他问好一下。我每一次没有同乡啦，去大兰，佢同我講恐熊。冇啦，去迄大啦，去三茶還好。去迄太府。哦。愛三茶。三茶，那邊有三茶啦。係啊。佢特別講哦，你賣農藥嘅？沒有，我是賣植物保護劑。對。好長哦。植物保護劑不是農藥哦。那因為你記不起來，所以你就說哦農藥。植物保護劑，農藥就農藥，你講得那麼美。
哎，陈泰国，爱休桑呢，你退休了啊？我60岁了，用到。哎呦，看不出来哟。等一下顺便跟叶老师打一下招呼。他怎么样？又怎么了？因为我刚刚才啊记得。我第一张歌手全专辑能唱的，大概就叶大哥的歌，全部学会唱的。哎呦，来，很认真的把你学会。来，随便来一首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。他们唱。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笑写在脸上，和你心像极小山的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多少落寞惆怅的，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刚刚好像回到民歌时期了。因为你刚刚都套得到，对你又从楼茶跳，然后突然又都套得到，乡间小。哎呀，好棒啊，好棒！刚好看到叶老师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评审老师是谁。是，所以叶老师。那我若没记错，庄老师是我3月份去参加那个客家。你朋友真多啊！那你有没有会那个庄老师的和音的？随便来一首。没有，不会。我是去参加桃园市政府的桃园客家歌曲比赛，没有入选，但是我知道庄老师当评审。哦，是他给你。老师没有跟我举。哦，难怪他记你记到现在了。这个人很会谦妻哦。不会，因为那是现场举第一次，所以失落感很大。哦，他那是现场举。哦，他现在只是 complain。对呀。你啦。没有。他再次声明哦，第一次哦。那个是失落感会记得。对呀。不是2个老师没举，只有1个举嘛？就那个男的老师举。哪一个？我不知道名字，但是2个女老师我可能就比较记得了。好，那你自己来解释一下好了，庄老师讲评。我觉得你的声音的那个宽度跟厚度是很漂亮的。对，那唯一的我觉得可能清唱会更明显，就是你每一句的尾音，往下掉，对，都会不稳定。沙大树荫悠悠听，愿听见善良心连线。再来，我觉得除了尾音之外，就是你的低音，只要到低音的地方，你就会这样。未来的日子里面，你要选歌的时候要注意你的 key 的问题。那可以往上，在你的能够控制的低音范围之内往上。然后在高音的时候，也不要太过用力的去冲，然后去揣摩看看要怎么样的去把你的声音运用得更好。今天我是给你过关了，谢谢。好，你给他过关，其他老师不在有没有？对。来快一下，来，老师请按灯。他有组团的。他跟2本猫一样，组那个进香团，白沙屯。他第一次比赛就吓到了，人家加掉嘞，系嘞，爱收惊无？来，休起来，来，老师，请按灯。谢。到底蓝红的？你到底，不是你现在这个分数是走在乡间的，还是刚刚老车头的？我现在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有意见，我要发表。有的人千言万语，像这种地方要咬这种，你不能硬撑上去。那至于这个技巧方面，你可以请教旁边这2位。2个都金曲的哈，下一次的应该可以。对，不，这一方面我是觉得要特别注意的，因为用老师去把那个音阶每一个放在一个不同的位置，冲过高要设计好，
吼，也准备唱国歌，而且给好啊。客语最近才学的客家歌啦。朱小姐应该知道，我上回有讲了，那个时候只有2-3首，现在还好7、8首了。朱姐说要100-200首，我就好2-3首就可以混了啦。上个礼拜的才一个，才会2首而已，他就来了。现学现卖。对呀。哦，好，恭喜你了啊！谢谢，恭喜哈！辛苦安子 C。我来杀下来嘞。这个厉害了啊，也是小 Ken 很喜欢的，来自法脸师陈怡云带来咽喉西嘎。台港后，我是陈怡云，今天很开心能来到闹热打擂台。然后虽然我之前有在外面有很多表演的经验，可是今天是我第一次进棚录影。然后希望我今天能够有好的表现过关，然后之后可以带给大家就是我的创作或更好的表演。谢谢。你爱一遍一遍两好一个，不是hình sẽ biết nên bị mình vào được ya là trong hi bị sống hay trong hi phải lo biến mất tình cái故事任何一个。清新的哦，好棒好棒，哇，也是一个好声音。我们这个小康老师最喜欢的，对，他就不用伤脑筋了，哎，帮你编曲，嘿嘿，要不然他都要，哇，每一个歌手来哦，其实哦，俺不得的模拟模样的下歌词，下个谱，他还会，他那是汉毛，我讲嘛，一些些，一些些，一般的客家人，係，哦，反正阿不卡有讲客，你知道公一般，一般，爷爷是海都，奶奶是四线。哦，那他从小就乱了。对，我就很乱。对啊，爱公公海流，爱妈公西人。你要跳歌呀？你要跳歌呢？阿公改讲，阿爸讲海流，阿妹讲西人。哦，你要跳歌呀？哎，这首歌可能也适合他，也适合他。回去听听看。找一下，你下次有机会可以唱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对啊，对。他除了会吉他以外，还会爵士鼓。哦，对对，那你这样又有多才多艺，对，然后二胡也会，那个贝斯也会，是，对，他有组团的，他跟二本猫一样，组那个进香团，白沙屯，白沙屯，组什么团？组乐团，乐团啊，对，几个人？那你是3个，哦，3个，哦，就像二本猫一样，对3、4个这样，阿爸，对，哦，完全没有电的，对，没有电的，是哦，对，算是那种，是，很棒哎，真的，对，哎，常常去参加一些创作比赛，好像都成绩都不错哈。对，就是从大学开始参加这样子，那你毕业几年了？毕业差不多
30年，30年，34年，对，4年，对，差不多。他就是很有那种感觉，他这种感觉应该是徐世慧老师会很喜欢的。跟你一样是拿一把吉他的，对对对，我们先请安内有声比行政公平啊。其实语言哈，那个我想到大学的时候哈，你有大学啊？有啊。没有。他是声带研究系毕业的，不是声带，他是中央大学的那个研究所研究生，还没毕业啦，还是你是2届？练不完。课台已经13年了，13年前我就听你说你进去了，你现在还没毕业。以前我在联合工专跟时间哈，等下下面联合大学哈，跟时间我们开始出来唱民歌嘛，我发现就是说你的这个感觉比我们那时候好很多，好，但是当然那个 feel 啦，感好很多。那个但是哈，语言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哈，你的声音很清新，很有个人风格，想要表现的特色，很多元，在你的内心和在你想要诠释的里面，歌声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。我问题了呀。你要从那客家歌曲哈，因为客家发音有咬丝嘛，都好多腔音了哈。那你现在把声音全部都压在这个舌根，你想要把它唱完嘛？好，就变得有一点号铃带那样。寒色天，爱看天阳，阳来韩国人生美破天阳。所以语言哈。跟着我在参加音乐比赛哈，这是很现实的。就到时候你有入围以后，越是要进到6强的时候哈，你的特色会很明显。但是你的咬字也会更大的杀伤力。所以大部分可能你要再下一点苦心，这样子才有办法把你个人特色从那节目底部发扬光大。那都好呈现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我们再请世慧老师。不从那里哈。其实呢，刚刚赵琪老师已经把非常多的重点跟你讲了。其实一开始你刚刚带吉他，我就知道金币应该有很特别的元素可以进来哈。那其实没有错，罗哥讲的也对，我是真的很喜欢这样清新风。但是基本上其实我们在这上头，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演出的经验，可能你还再多吸收一点，在一个表情上面也好，或者是说你跟乐器本身的一个融合的方式的一个表达，你可以再放开心一点。因为今天金币会线啦，其实妹不是按紧张啦哈，其实用你的实力来讲，其实你今天应该只要稳稳的，不要忘歌词啊，其实大致上都还好。就是说，最大的重点还是坏线，可能我不会抓那么多，但是咬字真的是会是一个你最大的致命伤。现在我可能要直接就跟您先说了，好，可能这个部分要麻烦。未来的日子我真的很期待花莲能够出更多的才子出来。OK， 阿志 say。除了你之外希望还有更多。还有叶老师也是花莲。对啊，我也是啊。好了，那快给爸爸过关嘛，来。老师，请给灯。好，恭喜你过关谢谢。你替拜了棚内6样了，因为他之前其实参加很多这个创作比赛，都是在户外嘛。是。这一次第一次来棚内对啊，难免会紧张啊。来，棚内的规矩就是你下去的时候，你要顺便把这一支拿下去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麦克风。麦克风也拿下去。也要带下去，拜拜，交给下一位哈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很可爱。好乖哦。好了，撒下来。好，来自屏东潮州车香面的蛋钱。来弹歌了哈。大家好，我是谢香棉，因为喜欢客家歌，所以从屏东到台北来比赛，希望能够顺利过关，希望大家。心怦怦，意茫茫，去采桥下东岸的路，水流冲，寒风
面乡面，两位你咯，对对河洛人哈，嘿，河洛人拢袂晓讲客话你哦。袂晓讲啊？对啊，袂晓，对一句拢袂晓讲。会啦，会啊，谈术安尼啦，谈术，谈术是啥物？听无啦，哦，谈唔出啦。系啦，还在听无啦。哎，迄讲教的你会晓？哦，迄我哦，迄我懂。哎，我这是迄个斯文人，迄听无啦，哦，系啦。我想讲，若要学客家话，迄，你拢爱先学，爱先学开话嘿。啊，我甲你教好啊。唔好来用咩？我是遐尔有水准的人。哎呦呀！啊，你意思讲我无水准对不对？有啦，你的水准较悬啦，啊，所以免咩啦。哎，人家第一次来比赛，替白哈，就献给我们闹热打擂台，对不对？你会紧张不？小看，小看，第一届来啦，别讲骗人的啦吼。第一届一定会紧张嘛。系啦，正常的。正常的。嗯，对对对。你较早第一届是唔足去？第一届，我听无咧，谈顺咧，谈顺咧。他年纪还轻呐，他听不懂。系啦，对啦。好啦，有勇气啦，勇气可嘉，真的。而且，他不是客家人，然后对客家歌，他说哇，原来客家歌这么好听，然后就学了2年，他今天就来献丑，不来。啊！呈现给我们观众朋友。俺讲头都充电池，拢真给充火罗果嘞。我就有退伍多完呢。退伍多，那卖要的公平啊。阿公。好，阿公，要这年纪刚好。这年份。好，兄弟，你讲台语会使，讲国语拢会使，拢会使哈。我是讲哦，其实你唱歌吼，你足有力的。哦。迄声气嘛足好，但是唱歌拢无抓到方向，就像头拄你开始练习的时阵，甲正式来，你唱的调无共款嘿。啊，古仔你要家己安那去吼，但是我是感觉讲，后摆你搁唱歌的时阵，啊，家己先想好讲我这条歌，比如讲逐个音讲心，这个心你要稳到位啊，开始发音，家己好好势了，你规条歌，你要安那唱，先了解了第一项就是爱定起，起甲定好，你的调定好。你这条歌定了，这个起有够厉害，普通人也定袂着，都要定喺中遐，嘿，唱悬，唱低，啊，所以听起来实在讲，我足想要互你青灯啦吼，啊，但是安尼安袂过去的吼，因为你到悬的时候，你就个凊彩家己个定下过，旋律拢定下啦。开条歌吼，我想讲，迄个原作者若听到你安尼唱伊的魂气安尼嘿，魂气，你拢无照伊的啊，吼，但是无要紧，我感觉这个勇气真可嘉吼，所以后摆呢，我希望讲，开一个时间去了解讲，歌要安怎唱，啊，你要定倒一个调，啊，上低你会当唱到倒，上悬会当唱到倒，照迄个方式来唱，所以我加一点仔功夫落去，后摆你来参加，一定会袂歹，好。好，听有无？有啊。你讲啥？你听。我知啦。哦，你若敢若无有魂无体安尼哈？你魂有砸来无？啊，你魂这个唱过时啊呢？系啊。系啊。看你也是。真正。真正。系啊。哈，我看你有过关无？好无？好，要看无？你想你会过关无？我甲听敢应该袂吼。袂哦。我嘛安尼掐指一算，应该过关的几率足少的。对啊，我嘛听有。嘿啊，我摸一个卡头呼吸，我嘛。我嘛听有。因为你唱歌甲我妈妈同款，所以所以你意思说罗妈有进步了，有了。那两个一起比。来看有没有过关的。老师请给的。有啦，我们还是有善良的啦，但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够。没过啦。有啦，有过啦，一个。有啦，过。到这有过无啦？啊无啦，无过啦。江西无过。你先登去遐坐啊！人家第一次比赛就吓到了，人家惊着嘞。系哦，系嘞，爱收惊无？来香摕来，来，哦，这包迄个，攞迄个攞上上熬。
好啊了哦，好啊了，哦，好啦，跟你的魂拢拉个头壳，跟伊叫魂回等来，休等来，好。会再走哦，好，再见，好。他想说，他今天穿一个蓝色的，应该全部都会蓝灯。他现在还在问他有没有过，然后全部人跟他这样。好来。沙下來。哦，哎呀喏，來自香港。香港嘅朋友啊，香港的朋友啊，兩年年帶來幾種法？兩奶人啊。兩奶人。哦，兩奶人。來，看看啦。一種花，你看該迷戀花香飛走。奇怪，香港人唱歌都有張學友的 feel 啊。單靠妹妹但我要靠近我每年來路那。以前嘛有來過嗬。一唱出來哈。幾下年前。記得5年前呀嘛個。這樣子做乜個事啊？你乜個拉婆兩婆手。做當當些條架做拉婆。大家好，我叫梁乃仁，来自香港。我会接触客家音乐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学校的老师推荐我去参加客家音乐歌唱比赛。我在练习的时候，对咬字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，所以希望今天能够顺利晋级，唱更多的歌给大家欣赏。谢谢。在家鄉，確認熱淚拍拍將將幾花，熱淚花，狂熱來就唱人家的一斤茶，打坐在天然山崖，按不掉右轉，都來給福下，街裏花，係阿婆條那當嘅幾種花。幾種花，唔見一條辣辣天公展風茶，唔感到來回，心肝情在心頭亂意，幾家幾種花，你看該迷戀花香飛走，該淚花看水香看定輕輕半馬沙。幾種花，黑暗用綠綠綠綠走行走到你掉家鄉。幾種花，你看該一步越落越開花，該淚花拍謝謝將思變拍花為了家。幾種花，黑暗用給永永遠遠。你年年快樂啊！你好，香港嘅朋友啊，係你識講國語嗎？會，我會這樣。哦，那你識講客家嗎？我只會就是唱歌會，就是聽唱1-2首客家語這樣，對。哦，所以到現在有學了幾首？ 2首啊，1-2首啊。2到3首左右。對，這個，我覺得製作單位很厲害，可以把你找來。他們怎麼找到你的？對啊，就是我之前有參加那個客家音樂節的歌唱比賽。對，為什麼你會想要接觸客家的東西？對，因為就是我學校裡面的老師就是推薦我去，就是嘗試不同的比賽，就是可能說，老師就跟我講，哎，你不要一直在參加國語歌唱比賽、粵語歌唱比賽，這樣你可能就是可以嘗試一下。
其他语言的比赛。对。那你在练客家歌的时候，你是怎么，就是一直听，还是你有做什么功课？有碰到什么瓶颈吗？因为其实广东客家很多人以为说雷同，但其实不一样。不雷同啊！摸相同，摸口。就是我遇到的困难就是，比如说就是咬字会就是要辛苦，对，不停要练咬字，然后就是要不停听那个音乐里面那个歌手去唱，怎么去唱那首歌。对，像我学广东歌也是啊，我都是请人家，现在很方便嘛，app 他就念完以后传给我，传给我就这样听。單靠你面淡我昂入舊情，我願木葉抵着淚流，很深入心甘入走。有一次我兒子就說：爸爸，我要聽蛋糕。我說什麼蛋糕？他就車上就一按啊，蛋糕你面淡我昂入舊情，我願木葉抵着淚流，很想一心跟你走。對，他也奇怪，香港人唱歌都有張學友的 feel 啊。会啊，如果你唱这首歌也会吗？你会不会这首？你会不会學他？但求你未忘記我日舊情，我願默然帶着淚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有哎，而且都要插口袋。对啊，沒有，他唱歌是這樣。但求你明白我日舊情，我願默然。好了啦。好了，看老師獎品。OK， 乃人。所以你这一次有参加音乐节的比赛，对吧 ？OK， 好，我记得你了。对 ，OK， 其实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表现得非常好。如果照刚刚你在唱港语歌的时候，广东歌的时候的那个气势的话，你把它抓出来唱几种发会更好。谢谢。OK， 因为这是语言上面的一个自信，所以说在这上头，我发现你很多的包袱。所以可能你想表现上面会出现了一些比较自己有一点负担，这是我的看法哈。在第二个就是说，在前面的比赛的参赛者我也讲过，其实很重要的有一件事情就叫做律动。我们讲律动其实是拍子的一个节拍性的数法，如何跟乐团本身的一个律动的对整。所以在这上头，尤其是在音乐，尤其这种问题通常会出现在主歌的时候。你刚刚在下的时候，都是在这上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在家鄉，確認熱淚拍拍正正幾花，熱淚花，狂熱來就唱應劇定已見着。我記得我那天講評的時候，我講了一句，未來組幾乎像超雷組一樣。所以其實我那天當評審的時候，我非常開心，聽到很多客語的新聲音。这是我给你的鼓励，好，安之 C。好，那刘老师补充一下，好。那个乃人哈，这个很难得来唱我们客家歌啊哈，就可以听不太懂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个我就直接讲国语啊，因为听你那国语的唱法，非常有个人的风格。那但是有几个地方要特别建议，哪怕你去参加国语比赛的时候，也要特别建议，就是本身你唱歌技巧跟个人的风格很展现得非常不错。但是你现在把所有的声音都进入模仿的一个阶段，就是在所有的声音的共鸣腔都在舌根音，这个舌根音会影响到就是粤语的部分，它的尾音是往上拉的，但所有客语的咬字都是往下的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，在我们的声部尤其在口腔音这个部分，也会对你的未来国语在演绎或者在比赛的时候很大的一个杀伤力，这你要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给你个建议，谢谢。好，那就看今天有没有过关了哈。来，老师请给灯。恭喜，加油，谢谢！第一次香港朋友来比赛，哎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哈，好嘞，回座休息。好嘞，撒下来呢？来自新竹竹北，郭秀飞带了一辆蓬线衫。好，一领蓬线衫来，怎么了？大家好，我係郭小輝，我來自新竹竹北，我本人係有時人的人作，提起到有時人高聲原創客家歌曲，今日當歡喜來鬧熱大擂台嘅比賽，我今日唱一輛蓬線衫，希望今日會順利過關，羨慕大家。
秋风吹起一渐冷，阿妹寄来自凉棚先生，交代爱身体爱补充，天寒世界爱作家流心。啊，总爱识条路，已经有3年。世上为相依阿妹该思念，下次该心肝，终生不敢忘。爱为什么爱为大表不负你期望？天气渐渐寒，身着蓬先生，秋秋春风吹，掩爱心肝。哎，园长好，罗时丰以及我们的海军，你好，你好，园长啊，幼稚园园长啊，对，是个开幼稚园了，好有爱心，对对學生要多嘛？我都準備新竹準備開幼稚園吼，我幼稚園是按照郭淑慧幼兒園。哦，就直接說是郭淑慧。係名做幼稚園。哦。平常我哋幼稚園咪有本身演唱客語歌曲。哦，沒有客語教學。對對對對對。學生要多嘛？學生差唔多100人街啦。100人嘅啊？係啦係啦。哦，村幫了，唔係村幫啦，這個是良心事業啦。對，還是要付出。對對，要付出的，對對對。太賺錢，太賺錢。唔好講啦，怎麼講大家都說，按你可幼稚園當園長有沒有那個責任感太大？對對對。而家生意呢，哦，大家說開幼稚園一定會賺錢，我們來做幼稚園做30多年哈，就是都是很用心的去做幼兒園啦。對，他都是賠錢在做。對，也不會賠錢啦，賠錢賠了30幾年，我也不會吃到這個哈。那營養午餐菜單好嗎？菜單當然好啊，我們都是要弄最好的給孩子吃啊。魚翅鮑魚。魚翅鮑魚是燕窩漱口，不會啦，沒有到燕窩去漱口啦，對呀。對，要不然都會會線啊，剛好去演講。啊，就看到哎呦鬧熱的海選，對，因為也是第一次參加，有點緊張。你看你之前沒有來過比誒？董舊前哈，有擺哈土生人的表演開場舞啦，啊，人講你客家人來唱一首歌曲的比賽，結果是比2天啦，2集啦。做不應大太陽，唔知係冇來比？冇限，10年前啦。都是為了小孩子，對，為了小朋友，因為這個錄音時間也很冗長啦。對的，反正好夠啦。對啊。是看哪咩？邊看哪？啊，你對學生嚟講，咪當好佢哋教學啊？對呀。你看園長都上去唱歌了。是啊，以後我們的棚內可能會常常有郭淑慧幼兒園的小朋友來。對，就會包廂的走了。包廂。包廂。觀摩，留個包廂給我們。我來唱歌的時候就帶了一票小朋友來。OK。掌聲鼓勵，這樣子。嘿 ，OK，好 ，OK， 好嘞。唐來賓先，莊老師。莊老師。嘿，淑慧哈，你嘅嗓很特別，給你從兩首歌嘅時間，我覺得你的聲音的那個也是有一個寬度。那未來的日子如果更多的練習會更好。但是給你唱完之後，我就問世慧老師，你喊音嗎？因為我覺得你有一些的咬字哈，就是咬不完全。哦，你剛剛說你是行走，係嗎？行走，那個像錘啊，還有很多的字，我覺得你在念的字的收尾的地方沒有收好，所以以後在唱歌嘅時間，你在練歌的時候要記得每個字的尾音要把它收起來。好，那再來還有一個跟你說，就是你的那個樂句。你不可以想換氣就換氣哦，不能你一江浪不行啊，你一江浪那是一句話。然後第二個，
一两捧仙山是对，这样是一句才对，你不能一两捧，你所有这个换气的地方都要去揣摩。啊，美记来日两捧仙山。你看一下这句话，你平常的时候你拱发这一句话是一句话，你就不要把它切开来换气，这是你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去学到的哦。你这句话不会讲到，然后换气，那你就不要在那里换。好，但是整体的话，还可以中间接副歌的时候抢拍，这个是比赛比较需要更多留意的。将来的能够把音乐更多的熟悉的话，我觉得一定会更好。那加油！好，哎呦，刚刚有抢拍，你们比我过模哦，我开那里哦。来，老师请给灯。哦，还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还好，哎呀，哎，有歌了，有歌。谢谢，先恭喜你，谢谢，老师，谢谢，谢谢园长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哦，这个园长穿金戴银。哦，把他们家这个所有的都带在身上。对，穿的风当当的，好漂亮。好，来下来。来自桃园市叶玉婷带来感恩的木子。来弹看啦。大家好，我叫叶玉腾，从小就跟着阿婆一起唱客家歌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回到闹热打擂台这个舞台，希望今天的表现能够让阿婆满意，也期待自己能够顺利过关。希望大家。幼婷，头摆是来比歌嘛？是的哈。对。小时候哦。国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哇，现在已经长成这样了。对啊。对。你现在大学？大一。大一啊。对。来啊，比赛有乜个任務嘛？任。即係咩上個去了舞台當唱歌俾阿婆彈係嘛？就像給面唱耶穌歌哎。對。哦，所以是獻給阿婆的。阿媽的。對。所以阿媽也會看電視就對。哇，那太好了。跟阿媽唱不了。嗨。會害羞。好了，我們請老師來講評一下，對。有老師。我印象好像你以前個子小小的時候比較胖一點哈，現在有哈車吧哈。對。如果有感覺對，基本上其實做國術也會比賽一年啦哈，就是要有一個心態，就講哈，假使講你的水準有到80分、90分以上，你現在國外哈 ，NHN 就是比較能夠對自我嗓音有突破，呈現的國曲。這個高明跟木子哈，它比較屬於中低頻的部分，所以你前面哈，你聲音壓得很低，副歌的時候想要拉不起來。但是我有聽出你這個聲音的丹田氣很強，所以我給你建議，講你要不要開始公演，還選有歌哈，真正進入你的比賽的時間哈，你可以挑選比較比較年輕一點的，比較在頻率上面比較拉大一點的歌曲哈，我相信你的聲音會展現得更不一樣。加油哈！好，來看住這邊我歌改模來。老師請給燈。
恭喜你，一次通过。好，还有后面还很长的路哦，拼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很有礼貌，很乖。很有礼貌哎。对，今日有8位的参赛朋友，我有7位过关，7位过关，1位无过关哈。迄个阿嬷，哈，歹势。阿嬷。哦，阿姨，你无过关啦哈，歹势啦哈。哎呀，后盖再来哈。好来，传统组最后一线啊，来，马上就要开始了哦。好来，来介绍评审先生，罗英先生、吕思雄先生、陈秀峰先生、林赞英先生，今日就有请到罗英先生讲一下规则。好，今日首先恭喜大家通过安陽軒嘅選秀會，所以呢，到嚟舞台裏唱歌，所以冇按緊張，我記得完美了佢表現出來，韓國腔調了佢唱好，最重要嘅就係咬字啊，韓國歌詞做得唔記得，安陽軒大家就做得有好嘅成績咧，希望大家。好，謝謝，什麼呢？嚇，來有請 TV 參賽朋友來自新竹市總明勇帶來3個字。來，彈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莊明勇，前久冇得大家見面咧，今本我哋大擂台唱山歌，同大家談，希望大家同我加油，希望大家。阿勇吧，兩個叫聲先好。你好，當叫摸群落衣啊，要下落咧嚇，要轉落咧。佢挑白啊，佢俾到桂冠卷，桂冠卷，桂冠卷。啊，係嘛？係叫桂冠卷。佢一多年前咧，差唔多到佢10年咯。佢10年啦，要按叫冇來啊？係哦，嚇要啦，相對的跟上飛的插花就插花而已啦。哦，我講啊，真係看到伊咧。係啊，佢獻秀會嘅時節，真係看到伊。有。獻秀會你喺線啊？係啊。因為我攏盡量先體驗盧卡個表嘛，係啊，伊係睇盧卡模式就會來，有鬧熱，啊又同個發。要同嗰個快黑白無限嘅時間要講，但無法都依啲樣哦，見咩衝成次。哎呦，對，佢也拜用板上我再轉來。有限嘅。係啦，要慳啊，要慳啊。哦，好啦，安尼來。談公平哈。談公平哈，來。英老師。好，看到。明雄阿伯來唱歌，非常嘅歡喜吼。當然嘅，你基本嘅成功大家彈出啲，吼係動厲害嘅路障。是講係講基本呢個3個字啊，當然我處到非常嘅好。不過最尾記啊，吼，我發到因為調歌唱啦，所以冇調歌唱嘅時，我電到處到
做得调过从可能伊个原面表态会喊下完整。望地了唱啊，输了他南了听啊。好，所以很美，很白去看啊三个字，好，让佢姊妹佢调过重本，大家这个谈一下你个人动厉害，好吗？好，师傅你好，师傅。好，按这个看一下阿雄把我过关冇啦，哦。抢宽分数。冇问题。呀。红哥，哈，过关。喊你摆在来聊哈，好，按这些哈，专业的当我做。好嘞，沙来慢一点。但是没有啲条分，黃書記得嚟平白。來談我啦嚇。後生我就當戲法，安尼客家山歌，但你冇時間來練習，你下退休誒，所以我今日就嚟鬧熱大擂台嚟比賽，希望鄉親客家人嘅鼓勵，什麼感謝。退休嘅啊！退休咧。退休之後會唱歌嘅。哦，以前嘛有嚟過嗬。以唱出嚟嗬。幾下年前。記得5年前呀嘛個。哦。哦。是來吧。剛忙退休。哦。啊，這樣是做乜嘅事啊？你乜嘅蠟頭兩頭燒。做當當事，調家廠，調家廠我做辦法。兩竹燒，蠟燭。以前咁辛苦啦。為經濟啊，為家庭打拼，噶都無下，又係啊，為做全部調價不個做飯吧。調價差都唔得懂。冇啦，從沒太賺錢。而家生意也太啦。從唔太咧，佢安心嚟比賽。係，香港係。懂好。歡迎進來哈。嚟談一下先生嘅講評嚟。新瓊先生。各位大家好，真叫冇咧，我先講我。對三個嘅認定嘅理解啊，我係種包容性嘅人，所以講不管你係少年嘅、舞蹈嘅、昆崙嘅、峨眉嘅、各派睇下我全部能夠接受。我因為講唱歌啊，上親、頒獎、人獎、表情好，我是全部都當好。針對今年呢。我唔是唱啲平凡山歌，因為講山歌嘅架構呢度全部唱得非常嘅好。我個人嘅認為啊，本一點多少嘅建議，所以你歌嗰時啊，唔是講全部人台上，我講山歌啊，要娛樂人，歌帶層次嘅方面啊，是為好聽。
韩国从业听伊高乃萨提示佢老人家来调过于这么些，上任多少有阿边为多少萨爱是个种。兄弟来自呀，莫呀，高乃了萨那。行业不一样，你都对那个注意下，会传落很好。谢谢。哦，安尼都带迄乜嘅派啊？昆仑呀，峨眉啊，家庭派。家庭派，家庭主妇派是咪啊？我来看一番乜歌管嘛来。本书知情有多难。條擺這種辛苦哦，吼，有啲共體作勢啊。哦，有槍哦，有槍有槍。槍啊！人生了通难得。詳細都同命事好哦。曾桂英老师，经常跑去他家，就住在他家睡觉，这样两隔壁啊，经常跑去他家睡觉。我来看一番乜歌管嘛来。本书。没问题，谢谢。没问题，好，家常派。味道。家常。家常派。好嘞，接下來係乜嘢呢？接下來來自個人一皮帶妹帶來3個字。我嚟等噶啦。受傷時節啦，事情多嘛吼，還抓下生命狀態咧，將有個時間出來比賽，我希望你阿擺創到幫我過關，我會創千多好聽嘅歌本睇自家聽哦。上流泪是那结了，事情有多难，几经流泪张那泪呀，哭唱了多难。四季流泪把那结了，冲流那，希望流泪前那一杯呀，来自了头难。又轉來了哈，又轉來了哈，你下落嚟啊吼，無條路轉來加減了，加減倉。退休的啦，退休一多年，向書的啦，哦，退多年咧，退多年啦，哦，頭擺這種辛苦哦，哦，辛苦啦，田莊人哦，田莊人，港田，咩咩港田？鴕鳥誒。冇啦，鴕鳥。有啲共體作勢啦，係啦係啦係，做主工嘅呢，搬東西做木嘅，做木嘅啊，哦，有槍哦，有槍，槍啊，青槍，就是青有派頭，對青有派頭，一起啊，我個就跟做建築啦。對啦，做建築師，建築師帶妹，希望一擺真係要好嘅成績。有嘛？係啊，希望哦，希望。先談下先生嘅公平。秋風先生，今天你帶妹啊哈，
進步當道嘅呢。有人哦。有哦，謝謝啦進步當道哈。唔過啊哈，今日雖然開線啦哈，我希望啊做得點講？健唱健好哈，故說你愛講認真去聽人用伴唱，因為你嚟唱山歌啊哈，唔係講用到個太上，唔話一開上哦，將後上哦，就話後上安尼，當太上安尼哦。後上有淚是那接了。專業時間自家看起來唱歌嘅哈，就講你唱歌嘅時間啦哈，就像你講法樣嘅，有上時嘅哈，較衝到嘅，唔過大部分你係做較軟到嘅唱啊哈，安尼彈起來個喊啊好彈，好加油哦！好，謝謝。你好，周攝影啊，太上觀攝。哦，你唱歌嘅吼，唔好唱戲舞嘅安尼，吼，唔唱扛，你們戲舞嘅鏗鏗鏘鏘啊，係沒時間哦，佢要動太上。唔好唱扮安尼表妹那樣嘅。唔安尼，好，好啦，你阿來學習吧咧，哦，什麼？阿來看分數啦，可以把歌關埋嚟。誒，請看分數。好，冇問題，過關哈，安子些哈，下一拜再來聊哈。好啦，殺下來，慢啲。有啲苗栗當中從一曲帶嚟六成歌。嚟，彈啦。第一擺來參加鬧熱大擂台比賽。儘管有啲嘅緊張，但是希望做得到各位歌手學習，請各位觀眾朋友讓我加油！时间，爱来闯新春哟，子孙啊，推推有杨丽就是因为差是帮动，那边要冲的跳好诶，跳的不会冲来跳鸟呢呀，鸟都係會鳥睇咧。向向有啲反差嘅，像聽到啲扛表妹嚟嘅，哎呀嘅那個落安尼水泥嘅冇強用，水母海軍。唔天拜嚟係嘛？誒，天拜來。拜哦，哎呀。所以穿緊裝。緊裝哦，唔帶男裝啊？係男裝。哦，有咩人男裝嘅向前啊？賣年啲嘛？小強老師。哎呀，一聽那片挺有名嘅咩？因為家爸爸老亞先生係鄉村人。鄉村人啊，鄉村人，啊，家貢獻村莊嘅時節，啊，家管縣鄉民代表兩啥都有限度呀。哦，難怪國強老師說，我跟你講，我要回去選縣議員。哦，好。我跟你講，我擺明要貪污哦。我去做義工，然後分一點油水。
嘿，注点他心。不会说谎，对啊，很好。哎，你们那边聊你们的，我们两个聊。后来呢，唐先生来讲评啊。林老师。玉是吼，真难得到了去现场吼，拄到个故乡人吼，亲不亲故乡人吼，人山歌吼，尤其迄唱抓落吉比落，可以讲个铁败落咪吼。嘿。但是你唱吼，我感觉人本身拍伊温柔哦。谢谢。因为你唱那个抓落山歌的方式吼，它变到属音属的吼，唱球的，哈。你知变到有啲位流行歌的方式的嗰種嘅發聲嘅嗰種嘅唱腔。哦。你山歌的方式哈，浪調的方式，但是你落家每一隻小節裡面溫戲家下，哈，你下係4-3-2-2-3的唱腔，所以在反擊那個連貫哈，莫數落跳球，跳球哈，它變到一節一節樣嘅哎呀。哦，谢谢。注意点点。哦，专一款都带形容的。佢把唱温柔的方式咧，啊，而家有 GV 啊，就好好来改变那样的方式咧。哦，是啊，来给各位老师指导。哦，听下刘先生做得好动多。嘿，我大概看遐只节目吼，啊，有进步哦。有啦，有养。一听有帮助的嘛，系啊。可能差不多就得报名。真的挺吸引的。哦，挺，佢就有昆新人嘞。有，係啊。今日昆今日好神經。有幫我高管冇啦。搶昆分數。係，冇問題。高管。恭喜哈！孟先生。先準備當好錯哈。謝謝。好來殺下來一萬也是沒有你頭分臉，雖然得了平白。來談啊！我係雖然，我哋拜要多再嚟比賽了，第一個目標。希望做得順利過關。我媽媽聽到我唱歌比賽，佢一天我當歡喜哦。你好，哎呦，雖然之從細都同名師學啊，嗬。不是，係喺從細退役哈，青梅竹馬，然後當你騰去衰木，慢你，曾桂英老師。哦，騰去衰木啊？對。嚇？就是跟他玩在一起嘛。哦，你說你個閨蜜都知道。對。哦，同閨蜜唱下好唱歌哎。就兩隔壁嘛，然後就經常跑去他家，就住在他家睡覺，這樣。兩隔壁啊。你經常跑去他家睡覺？你都看莫名從的沒？沒有啦，就是
玩在一起啊。是隔壁邻沙啦。对对，有时候又玩那个扑克牌那些啊，就是刚好隔壁啊。哦，出去比牌啦，比的可以。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以前他家里比较。就是爸爸都培养他嘛，比较富有嘛，那就请很多那个老师，对，就是以前的那个，不是以前的那个老师哈，到他家客厅了，差不多有6、7个，哇哦，就培养他，就是跟他夜市啊，跟他配，对，弄死，对对对。那我就坐在他家旁边，那样一直听，一直听，羡慕。对，就有一点概念这样。就耳濡目染。对，可是从来没有去学，就是小时候就会哼了一点这样。对对。可是从来没有学过。模仿过是吧？没有。对。其实也是也可以推，也欣赏搭配。你就客家街的樱花姐妹。对，经常老师都到他家去教他这样。对。好，创过也有米托啦，那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啊嘞，奈比欣赏的。殷老师，好所以现在我感觉你根本很配入下紧张啊，所以你从起来我去到有点当上就讲嘅感觉就是冇讲动顺畅。比如講依家你係體育記人生土地，人生咁依家可能發展緊咬死我留佢就個上一下，香港你聽依記先見老然後見現，入歌嘅時節當場就慢一絲絲咧。先見了老奶奶，香港係講。之後你係就個咧從三個計法建議你，雖然講你玩戲當然冇戲一定愛玩，咁講你係要了解從解釋，了解從完整，冇你上到就玩，香港你最每期嘅些戲大家都戲入下不足，因為談起來貴屬歌曲就唔係按順暢，唔係按完整啊，所以你可能係你之後你愛就個咧從三個愛。改進最大嘅位數，不樣建議，是麼？網頁上其實以後啊，是麼？所以今年你要過關喎，係啊，坤就嚟哦，來，咁啊要收個碟撲啊，坤粉樹，哇！小ken老師沒有過關，你們要當。哇，没關係，太緊張了啦。對啊，緊張，有啲跌撲，係啊。安尼正規任務欣賞無同搞好。沒有啦，這樣唔同厲害。沒有，我們是一起玩的。對，那真的是可見都是去家裡睡覺的。你所以冇對你冇好。好，安尼吧。欣賞都是討論啊，可以拍這本真的嘛，好嘛？謝謝。啊，就這樣哈，排這好。好，來殺下來。來自桃園平鎮，王振中帶來老山歌。來，等啦哈。因為媽媽好堂弟啊，就唱歌，所以今日來天師台比賽，媽媽就坐喺天師嘅前面就可能超人要停下佢。同媽媽打一下招呼。係，媽媽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振中。之前東東人講我唱歌五音不全，所以我就當認真來學習喎。今日大家來聽課咧，我唱兩樣班咯，什麼大家？客家文化，開發揚
遗忘了。想念啊，多出从천身九强，18条谁记了？把铁啦云流从有妹做成嘢嗬。你好。感覺唔像啊，羅山歌較長樣嘅咧。嚇？樣衰啲加長嘅，很長啊。因為小剛老師有沒有感覺比較長嘅樣子？對啊，我覺得我彈一天呢。哎，你們很過分呢。伊世界有所謂的，可以冇做冇白開來。冇白開。嗯。帥哥好。天白來哈。天白來。天白哈。天白來嗬。誒唔會見狀用嘅呢？嚇，唔會見狀用嘅。看到開卷都唔會見狀。哎呦，係啊。唔喐卷嘛，可以開卷嚇。哦。哦，好對。冇錯變。啊，接觸客家愛叫嘅，客家歌曲。4年啊，4年嚟。喺神歌辦學嘅嚇。係啲有啲好多時間係。全部可能來。哦。我哋一批的啊，千度學3年、4年、3年、4年嘅。最叫嘅就係你阿雄伯。阿雄伯唔是學，50年。佢已經客家嘅理事長嘅，佢而家全部都9年。佢哋一比賽好舊啲啲。哦，伊一片落喺度學前你學生嘅。佢意思講讀緊嘛，盡量同佢拼，係。來同佢幹掉咩唔怕嚇，阿勇吧嚇。錯啊！所以張學冇叫啦嚇，3、4年咧，安尼。3、4年算快4年啦。係，但是我像快4天哦。因為我看人講哦，佢特別唱歌咁啊，五音不全啊。哎呦。係啦，哦。同學講係唱歌唔好聽啦。唔好聽啊！本太家一講聽啊都見，衝開來學。學3、4年先至知道咧，有同樣五音不全冇。小可有進步啦。有進步啊！進步啊！調到彈起來係好啦，做對啦，冇五音不全啦。做唱較長啲呢？天天嚟綁啊，吃油撲啊！嚟，那位先生嚟講。女先生。那位王先生今日唱啊廬山歌，整體嚟講，一篇什麼嘛嚟㗎？我個人感覺到，以下入歌啊客家文化，佢都想客家嗬，個流暢度唔係講當好。客家文化。尤其係外發章到18條嘅，佢後背佢修啲嘛，這個一個個小地方哦。我同意是講學習3、4年啦，那個還有10個進步嘅空間，希望佢多多加油，為我哋客家山歌嚟帶動下頭歌嘅境界落去，謝謝。好，先生先生。好，謝謝。先生嘅你形容伊嘅時嗰種嘅字，安尼嘅手排出冇打動好嘅，熄火了。來啦，快點幫我歌講我嚟。嚟搶寬分數。
蘑菇呢？一隻蘑菇。一隻蘑菇啊。一隻蘑菇加油啊，係。一隻蘑菇啊，公平，我現場公平。啊，30個恭喜你啊！30個啊，30隻歌嘅嚇。一隻蘑菇歌。係啦，你冇問題啊。好，過關啊。我放心了，什麼都講。哎，還一百早聊哈，是這樣，是這樣。我哋準備浪潮。我撒下落，來自花蓮舒服後上妹帶來平板。我嚟花蓮呢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我係何三妹，我學3個學嘅5年咧，認識真多朋友，希望兩位朋友來到我加油哦！嘿，兩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安燕羅喲。對啊，花蓮呢？炒火茶是個是茶呀。炒火茶。炒火茶。炒一嚿呀。炒2點人。 2點人，而家東旁邊啊，鋪腰嘛，有冇？炒下來，炒多來就凍腳。係啊係啊。你炒過嘅話，電凍腳。係啊。一般那個古早吼，就創古嘅，一般就誒欣賞湯乜個彈乜個雕嘅吼，挑嘅。 啊，做天天欣賞去跳嘅去創，啊，意思有迄欣賞天天，也去跳嘅去彈安尼，啊，意思，算厲害哦，哎，厲害呢，高能，哎，請緊張，哎呀，嘿，咩緊張唔怕，哦，1擺2擺都唔會啦，哦，1擺2擺，哎呀，做關係，睇一下， 1擺青蔥嘢話1擺，冇辦法冇誒，勇敢散哦。 啊，三妹子哦，正義當緊張吼，家人就吃人的時間啦吼，你這個飆到3樓去，個小強老師吼，就是讓各位伴奏去坐日樓，你這個飆到3樓去啊，結果我哋讓廣告日後，你就真想去坐日樓吼，結果你一開始比賽一開始唱，你緊張就唔記得，你就開到2樓去嘅，唔過講實在吼，你愛上人吼，正義當獎呢。 人家上人正義當獎吼，毋過出可能當緊張吼，人家個起規則出，即個就唔係唱落來去啊。結果3唱4唱哦，唱到第3季嘅時間，人家個歌詞咪緊唱走。都唱到第4季嘅時間，快台咧，規則個位全部跌到唔跌來去嘅，人家歌詞全部唔跌來去嘅，就歌詞全部跌槍槍嘅，有啲緊張啦。唔過吼，知道人家上人真認真吼，希望有機會真有好歌再嚟唱，好冇？好，加油！係啊，你做邊個？你做邊啊？誰會？
左边。就拼命的唱嘛，急性子。更复杂的，看落来睇。来看有办法过关冇？基本嘢哈，来。抢课分数。很拍摄啦。谢谢，唔拍摄，伊迄本过关遐讲过去啦，吼。超人啊，低啦。这样来哈。好。汉语我这个汉语白练吼，用班的嘛，像小强老师哦。印卢卡。带印摇卡，哦，你印弹这靠夹的起安尼哈，是不是唱较好？好嘛。好，谢谢。拍摄哈，按烟来多，系啊，身来特别了啊嚟啦，哈。是包分样贵哈。好嘞，杀好了哎。兄同来自法脸书逢总水乡带来3个字。来谈个啦。乡亲大家好，我是总水乡。2摆天3摆来比赛，上一次无过关，所以有当认真的练习，希望2摆有更较好的成绩咯。松浪了松那多啊，太树了哈那，天龙做了戏呀，做废了干呐。路边了热那发，你莫了菜那，家中乱了油啊，没有蛋了饭呐。你好，哦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腔用错腔板茶来的啦嘛。系啊。悄悄腔下来都走嘅。係啊，你睇有攀哈。係啊。腔呢就3個班嘅嚇。係啊。哦，咁樣唔會作嘅到佢做唔到。隔壁班的哈。同班。係啊。係強班。所以跳到冲的时间，你捏一把冷汗呢。對啊，我就小可有緊張啊。係啊，哇！真係按眼淚多啊！真係，佢邊佢冇過關啊！喺呢邊呢個過關都自己來了。當前朋友來啊。即係前朋友啊，係啊，叫我再繼續帶一來，來看從糖球就玩。糖球來。看佢來冇？係啊，都天天來。啊，糖幾拜啊！多來都唔會嚇驚神。係呐，真係。唔會來。驚你講。唔會來。哦，因為爸爸媽媽嘛好唱山歌。哦，頭擺就聽到媽媽好唱山歌哈。錯。他個都當要好神。好神。因為媽媽好彈吉他都唱歌嘅，所以今日來天師台比賽，啊媽媽就坐喺天師嘅機前面吼，就可能手也要停下來。要停下。係啊，媽媽。而家年紀多少？87歲。哇，87了，哇，身體健嘛。腳毛方便啊。哦，腳毛方便。看電視就做。看電視哈。係啊。同媽媽打一下招呼。嗨，媽媽，你好。你好。係啊。好啦。希望今日有好成績啦哈。好嘞。先談公平哦。嘿，林老師。來，總水鄉哈，今日來看咧吼，就講，個蘇鳳鄉的啊，你哋個3個創強吼，以總水鄉就至台北的吼，就當正版的、正版的，按到一般的、正版的
三国志，係真嚇。嗱三國志呢嚇，了做迄唔可以講搶有個加個強調了就變化心態啦。所以了做正統嘅學強嘅嚇，所以了就下一擺呢，下一擺有啊，講有其他了就線上也有過去了啊嚇。順山要來咱了就做交流嘅，有先好。我就當希望啊。對對，我記得要交錢就啊。交錢就會接接去哦，係。唔會啊，將係以外觀念嚟講嚇，將頭下嗱我一隻三妹子啊，雖然講有啲半多愛用嘅長途，嗰個唔記得歌詞嚇，我咩會建議製作單位嚇，按套嘅字幕按演嗬，即係準脾氣來療養嘅嗬。上檔好。如果係機飛嗬，你加學習係，真好呢。嚇，可以嘛？可以。要好上癮嘛？係啊。好啊好啊，這個建議啊，這邊轉來啊，哈，安子些，好了。英老師，英老師補充下嚟哈。再唱過一位名師。好，是向大家哈，當歡喜有看到你，好，基本你從係三個字就尊重，林先生講係從頭當規矩啊，吼，所以基本上就係一隻完整嘅三個字就係從伊按用心來唱，不過係講我幫你建議，我希望你做得才長嘅時間啦，因為你嘅上任，就下唔係從日本成日後，什麼下要。好，你也上任比較下大，哈，還未按計劃，所以你來先過嘅時間。當然，三個字平板冇埋政策，不過你係講慢慢你會進入到喊下多嘅比賽嘅時間，從小調歌曲啊，吼，然後咪個歌，你就會去想一下。再過來吼，你見比從嘅建議你個戲聽短嘅，特別愛收每嘅時間，好，然後去收每收盡來時，你個戲愛來下唱到。好，來下唱到，你彈起來未下順，你自家收嘅時間，梗係戲彈起來人唔會當上，你還掹重新嘅戲就冇咧。松浪了，松那多啊，太樹了哈那。香港路邊，哈，是拗長來。總得變身，時尚就是可能談起來聊聊像海風，嚇咁講就係從事業嘛，咁講也係講事業嘛，所以你嘅講嘅時間就愛老咬絲咬章，唱嘅時間就係按樣唱，嚇按樣彈起來你嘅歌，你嘅聲音，嚇張有完整，嚇什麼呢？好，新老師，安子些啊，來歡迎翻返過關嘛，乾坤粉書。哦，容易哦，有一致認同。過關，冇問題。當歡喜。喊依邊自家來了嚇。唔當歡喜，按另外一個朋友。係當緊固。唔會啊。好啦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希望大家。好啦，真係當錯嚇。好，我哋下禮拜開線呢有。去啥？ 8位參賽朋友有6位過關，有2位冇過關嚇。張先生討論嚟，可以慢慢本嘅再個轉嚟編下嚟嘛。好，來啊，係咪 Q 下來啊？ Ese ritmo. Con ya se senti, io sono fuori bisi. Con ya haido se, e loi to pay you more paiseo. 定嘅腳步用情人，大家來從快樂過嘅，開心嘅時候開珍惜，
天顶的喜游老天地。天涯来，天涯去，我们一世也读书，等一年又一年，困于落叶吃的时候。I'd always wanna be with you。看人一生一生气。你也未拄到你，上人向下讲着话，眼泪做朋友无歹势，人生无计较无消气，因做对面都无好势哟，烦恼的时候无理睬。平定的喜游老天地，天涯来，天涯去，我们一世也读书，等一年又一年，困于落叶吃的时候。Contigo siempre quiero estar. Vamos eso ritmo. ¡Epa! 天涯來，天涯去，我們一世也讀書，等一年又一年，困於落葉吃的時候。I'd always wanna be with you。天定的喜遊老天地 ，Contigo siempre quiero estar。I'd always wanna be with you。Vamos a eso ritmo. I'd always wanna be with you. 天定的喜遊老天地 Contigo siempre quiero estar. Oh.